续来看台北市信义区一栋公寓，搁塌去伫个上尾楼，互贼仔偷走入去。这贼仔本地是要偷摕物件，因为发现这个厝无人，竟然拍算要长期住落去，都袂输是韩国的电影《寄生上流》的剧情同款。啊，是因为厝边兜看到通到尾楼的大门互拍开，吊监视器，才发现有人走去伫上尾楼。啊，即摆迄个贼仔已经互移送法办。Hello， 退下。Hello， 出来哦。警察摕手电筒伫咧厝尾顶所烧，听到奇奇怪怪声音。在这里干嘛啦？睡在那里而已。啊，你为什么睡这里？你屋真是屋主吧？来，你先蹲下。假神办会，可能有一位千混查甫人立伫咧边遐。你现在因为侵入住宅现行犯，然后我们给你逮捕。这个查甫人派行李地下被公会楼梯，甲只当作是因兜的座卡，外面拢扣厝边翕入来。我的助理说门是开着的，我说你会不会看错？但他拿照片给我看，我就怀疑是有人进去，所以我就帮他调路，然后他就一个人上去，就再也没有下来。我怀疑他已经来过一次，或者他早上出去的时候忘记关门。代志发生伫咧台北市信义区中孝东路五段一间公寓的厝尾顶，因为厝主伫咧国外，厝长期放咧饲网。当时林先生去因兜厝尾顶偷摕物件，发现厝无人，就暗算住伫咧遮。住户看到平常时锁的铁门扣拍开，看监视器看到千份人走入来，随报警处理。林先生就干那假生3点钟就扣了。派员赶赴现场后，陪同屋主逐层逐间巡视，果不其然发现犯嫌身影，当场喝令逮捕，反锁侦办。姓林嫌犯有真侪件接到含毁损的前科，过去拢是伫咧桃园犯案，这一遍走到台北个假生伫咧别人兜，就亲像韩国电影假生上流，厝边到报警掠人，掠尾厝主嘛赶紧甲铁门锁好甲安内，袂互贼仔甲遮当作是旅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